2、3，台山一中美東校友會生日快樂！大家好，我係台山一中校長許建文，祝台山一中美東校友會50週年慶展圓滿成功。在此誠邀各位校友常回一中睇睇，母校永遠等你回家。美東校友會各位校友，大家好，我係一中物理老師黃文。美東校友會成立50週年，一直會母校呢不忘支持，我代表學生呢感謝各位校友嘅支持。對校友會成立50週年之際，祝校友會惠母上路，祝各位校友身體健康，數學如石，我呢份唔好行呀，好嘅。各位校友大家好，我係07屆嘅歐耀培，而家喺台山一中做老師。祝我哋美東台中校友會50週年慶典圓滿成功，祝我哋各位校友生活幸福，事業有成，多謝。台中校友會進步，祝台中美東校友會成立50週年，慶典如意圓滿成功，耶！我係三藩市嘅校友劉方田，正值台山一中美東校友會成立50週年之際，我作為一個老三屆嘅成員，熱烈祝賀你哋呢次慶祝會圓滿成功。10年前我參加過你哋嘅活動，留下深刻嘅印象。美東校友會有我嘅老同學，有我嘅老師，我對呢個校友會呢，懷有特別嘅感情。衷心祝願大家生活幸福，身體健康。今日是元，同愛一中校友，祝台中校友會成立50週年，耶！台中91屆校友，祝台中美東校友會50週年生日快樂，耶！祝台山一中美東校友會成立50週年，生日快樂，耶！大家好，我係90年屆譚曉儀，我係鄺寶儀。祝台山一中美東校友會50週年生日快樂，耶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台山一中90屆嘅蔡新文。喺呢個鮮花盛開嘅5月，我哋迎來了台山一中美東校友會50週年紀念日。過去半個世紀，我哋風雨兼程，校友會永遠係我哋心靈嘅家園。讓我哋攜手共進，共同創造更加美好嘅50週年，耶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台山一中92屆李秀葉，預祝台山一中美東校友會50週年校慶生日快樂 ，Thank you。Hello， 我係95屆嘅譚美雅，嚟自西雅圖，我祝福台山一中美東校友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，祝福各位校友身體健康，事業有成，家庭幸福。我係87屆嘅譚禮君，我喺呢度祝台山一中美東校友會50週年慶典圓滿成功，會務蒸蒸日上。